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金鑽貴人黃衫外邊快啊，響外邊有風雲武士啊，埋邊有一對噶，粉紅眼罩呢就禪星輝煌，咁啊跟翻住個第3、4位呢，仲有鴻運帝王啊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柱啦，放咗出嚟跑係禪星輝煌啊，響佢外邊就風雲武士啊，分列3、4位噶嘛，埋邊藍衫鴻運帝王啦，金鑽貴人黃衫吊住個第4啊，桃花開嚟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金鑽貴人沿住個中檔自己踩油上咗嚟啊，埋欄位置有禪星輝煌啊，中間追有夢遊氣泡，後多層嘅馬係竹園啊，出邊上緊嚟有標誌銀河啦，後多層嘅馬呢先到陽光勇士，最後100厘米金鑽貴人出咗頭先有少少內閃啊，竹園追緊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夢遊氣泡，最後100米金鑽貴人接先，竹園追緊佢，接近終點第1名相當接近，埋邊位置金鑽貴人外邊追上嚟，竹園2匹馬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金鑽貴人如果贏嘅話，都隔咗差唔多啱2年啦。上一次係2024年4月7號贏啊，今日2026年4月6號啊，有冇機會到先呢？竹園追上嚟都好勁嘅，要影相啦。遨遊氣泡就跑第3，第4名標誌銀河。